汝今如枯葉，陰差已近旁，立於死門口，汝且無度量。現在就像枯黃的落葉，閻魔王的使者又已站在近處等你，你還站在衰亡的門口，而且你沒有前往後世的善業路費。汝當自作舟，速勤為智者，除舊無污穢，將至聖地天。那你要做自己的安全島嶼，要迅速精進努力，成為智者，去除貪愛等穢垢，無煩惱污穢而將去到諸聖者居住之地的淨居天界。汝今年華逝，走向閻魔前，途中無歇數，汝且無度量。你現在年華已逝，你已走向閻魔死神的跟前，你在死生途中甚至沒有歇腳處，而且你沒有前往後世的善業路費。汝當自作舟，速勤為智者，除舊無污穢，不再致生老。那你要做自己的安全島嶼，要迅速精進努力，成為智者，去除貪愛等穢垢，無煩惱污穢而不再會去近生老病死。為這以次第點滴一次次去除己穢垢，如銀匠治銀。有智慧者逐漸地一點一點地，剎那地，每次有機會去除自己的煩惱穢垢，就像銀匠去除銀的穢垢。鐵鏽由鐵生，生後還蝕己，如是不正行，自業道惡趣。鐵鏽只由鐵而生，從鐵生鏽後還復蝕他自己。同樣地，自己的諸不善業，把不正行者帶到惡趣。不誦經典垢，不修家宅垢，懶惰容顏垢，放入保護垢。研習經典或學習技術，有不誦習或不實踐之垢；家宅有不經常維修之垢，疏於保養是容顏的垢，放逸疏忽是保護六門的垢。惡行女人垢，慳吝施捨垢，今生與來世惡花失為垢。惡行出軌是女人的穢垢，慳吝是布施者的穢垢。諸惡法確實是在今世和來世的穢垢，比前垢更垢，無明最為垢，比富捨此垢，汝等成無垢。比上述所說之垢更加穢垢的，無明最為穢垢。諸比富捨斷了這種穢垢，你們要成為無垢者。無慚生活亦大膽如烏鴉，詆毀又邀功，粗魯污染活。無慚愧的比富，像大膽的烏鴉般擅入他家要飯，通過詆毀他人，通過邀功，以行為粗魯，用污染的行為，很容易維持生活。有慚生活難，常追求清淨，謙虛不畏縮，銳見清淨活。有慚愧的比富，一直追求清淨的身業等，通過對生活的不畏縮，以不粗魯謙虛，以生活清淨，以見到清淨生活的心要者，生活難。若人殺生命，並越虛妄語，於世不與取，私通他人妻。若人殺害生命，何說虛妄語？在有情世間拿取沒給予的他人所屬，以及私通他人妻女。若人沉湎於喝菊花果酒，彼即於此世自割己根基。若人沉湎於喝任何的菊酒和花果酒類，他在此世中即挖割自己的生活根基。汝當如是知，不克制則護，莫貪與非法，令久苦煎熬。你這個惡人啊，要知道這樣不克制身與意，則生護法，莫讓貪欲以及非法瞋恚，使你長久地在地獄等痛苦中煎熬。諸人隨信心，隨正信而施。若人不滿足，
他所施飲食，比於日或夜，無法證禪定。人們確實隨信心、隨正信而布施。若有人對他人那樣布施的飲食，卻面露不悅，他白天或黑夜無法證得近巷定與安止定，或道定與果定。若人能斷絕跟隨根絕支，比實日或夜得證於禪定。若人能斷絕這種不善跟隨後，以阿拉漢道至根絕，他確實白天或黑夜能證得近行定與安止定，或道定與果定。無火如貪愛，無找取如親，無羅網如痴，無河如渴愛。沒有如同貪愛的火，沒有如同親為的找取，沒有如同愚痴的羅網，沒有如同渴愛的河流。易見他人過，見自過卻難張揚他人過，猶如羊谷糠，而瞞自罪過，如捕鳥藏己。容易見到其他人的哪怕一點點的過失，但卻難以見到自己的很大的罪過，因此他張揚他人的過失，猶如羊谷糠，但卻隱瞞自己的罪過，就像捕鳥人用斷枝等狀想捕散了的自己。若觀他人過，心常懷嫌怨，比蜘蛛漏針，離漏盡遠矣。盯着他人過失而經常心懷嫌怨者，他的煩惱諸漏只會增長，他離開稱為阿拉漢道的漏盡很遠。空中無足跡，外道磨沙滿，眾人樂曠然，如來斷曠然。空中沒有足跡，佛教之外的外道沒有證到果的沙滿，稱為有情世間的人們，喜樂於貪愛等曠然，諸如來已斷盡一切曠然。空中無足跡，外道磨沙滿，諸行不行久，諸法不受擾。空中沒有足跡，佛教之外的外道沒有證到果的沙滿，沒有永恆的五蘊諸行，諸法不會被貪愛慢等所擾動。